有优雅的舞蹈动作，嘛有结合中国传统武术的演出。这么精彩的舞蹈表演，就是万林汉信舞团将要到土耳其伊斯坦堡参加国际艺术节的演出内容。带队老师讲，舞蹈团常常出国做演出，这几年伫国外演出的时阵，嘛常常借着机会来行销咱台湾，特别是咱中华的产品。新舞团呢，真的每一年能够我从我们的彰化走出去，让世界走进来啊，我们都会适时的，包括我们的团员一样，会把我们的彰化葡萄也会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彰化的葡萄很棒，我们彰化的葡萄酒是世界也是有名的。伫今仔日的授旗仪式当中，杜馆长真期待汉信舞团会当将咱台湾的舞蹈艺术和中华舞蹈的水带到土耳其来替台湾争取公赢，让中华行出去，世界行一摆。大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